来过来是这个苗栗县长的选举，即摆是用文宣力战。国民党提名的谢福洪团队印制21万份的文宣，甲无党籍在这个总统任所牵涉的刑案，一条一条甲列出来，搁来写讲选出着暂时人的县长，你出门是要安怎甲刑卡嘛退悬悬的，要求张东锦爱来退选。若张东锦的团队是向警察单位甲选委会来检举，讲这个文宣无露名是乌含，意图要使人无法度当选。现在又出了这一些选举的奥布呢，用那个检举说这一个让警察来查扣我们这些的合法文宣。国民党提名苗栗县长候选人谢福洪，高因去检举文宣，就是这份顶面写伤害致死，人就死啊，佮写选出暂时人的县长，未来4年你出门变作调停，爱将东进退选。这个已经有署名了，署名了是苗栗县长候选人谢福洪后援会，而且里面所刊登的这些事实，都是经过查证。而且也有判决书。张东锦团队不满文宣攻击，以内容无写名向检察单位检举。谢福洪团队就积极张东锦用记者身份，甲检察单位施压，因因的21万份文宣险要封口啊。他们去检举人有没有做笔录？那检举警察就要办吗？那你警察局好像在配合。不是配合议长在选举，好像配合黑道啊！谢福洪开记者会，骂张东锦的团队出奥博，张东锦的团队嘛无能弄假，该骂动起。他为了意图使人不当选，用一些不雅的文字跟图片，因为你那不署名的，就是属于黑函啊。就像说他挺立的，我们这里就有签名啊。张东锦团队提印的文宣，强调依照公职人员选举法的规定，文宣要有签名。你有种。你就把那文宣签名啊！你签了名，你敢散发出去，我就告你告到底啊！你2位老县长，你应该安享晚年了。如果你继续犯这种错误啊，到时候你可能会被关到死。张东锦的团队拢来骂谢福洪，爱因停止发无签名的文宣。苗栗选委会嘛讲，文宣无签名，会依照选罢法由选委会裁罚。警察接到检举了后，嘛将文宣送到地检署，检察官检视了后，认为内容有经济，所以讲留几份资样本，这个文宣就无扣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